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找头路的民众去拄到诈骗集团，各项苦毒出人命。警方即摆已经救出58个被害者，嘛已经抓到姓陈的干部，法院伫昨昏是裁定收押禁见。警方继续追查，搁抓到5个嫌犯，内底有4个人是要涉嫌协助等尸体。目前诈骗集团的歹徒已经抓到23个，这个案件有造成3个人死亡，若3个遗体拢已经找到。几个查甫人伫咧车后壁鬼鬼祟祟，因正把尸体搬去咧后车厢。警方以车掠人，找5暗加找6透早，伫桃园市的北德甲高山掠到4个斗相共等尸体的嫌犯。出入下昼4点半，搜查阁有进展。专案小组伫咧新北市的三甲，伊阁掠到一位姓詹嫌犯，伊涉嫌负责运送物资甲发薪水，现场查扣改造手枪、毒品甲10万块。警察，抓不到！另外一个斗相共运尸体姓蔡嫌犯，随后到桃园市埔子派出所投案。警方依照实行拘禁致死等罪嫌，甲外号地档的35岁姓陈的查甫人移送地检署，法院认定嫌犯有盗墓、搞串强犯证人等理由，裁定羁押禁见。死者的家属希望法院会让因判重刑。说是一定有啦，但也是比较难过的部分啊。那我希望法律能判重一点啊，把人家害死。是真的有点可恶啊！警方随后就替嫌犯登到现场，指认等尸体的所在。下面的人回报是说不是很完整啊，因为现在被藤蔓缠着。标伫第21线74.4公里的所在，先发现等尸体因的行李箱，要尸体也找到，验过尸体已经无完整，一关监视小组确认身份。规个案件即马有58个人被救出来，抓到23个嫌犯，其中14个人受押。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立冬，人讲立冬补喙空，乡亲今仔日会当补一个。若立冬嘛表示进入冬天，严格今仔日无介寒，北台湾温度抑阁小可回升，东北部会落雨。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咱北台湾，今仔日伫北台湾的温度大约是19度至26度，温度有小可回升。严格伫遮方面同款会落雨，东北部爱细日上大雨。中南部敢若山区过道有地暂雨，若平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严阁温差较大。中南部的上低温是敢若18度尔，严阁高温有33度。拜三水气会阁减少，一直到拜五天气拢降稳定，所以这礼拜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敢若东半部北海岸有18雨。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24000多个本土病例。若对今仔日开始是头一阶段放零隔离措施，确诊隔离7天了后，快筛阴性就会当解除自主健康管理。若甲确诊者带做伙的厝内人嘛，唔免阁隔离。公共场所嘛，唔免阁强制磅体温。严格交通部是表示，台铁和高铁会继续磅体温到年底，所以磅体温的措施会先保留。想要去传统市场大楼买菜，拢要在入口的所在先量测体温，温度正常才好到入去。不过对初7摆开始，公共场所免强制来量体温就使入去咯。COVID-19 人都没有症状啊，对啊，所以其实没差，但各国都在开放啦。我是觉得 OK 的，我觉得自我防护就好，吃饱睡好，多运动。新冠本土疫情连续4天在3万例以下，7号礼拜新增加24309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日同期下降2成例。中重症有161例，死亡是47例，其中较少年的死亡病例是21岁女性。伊本身有神经系统的疾病，做过3档疫苗，10月2号发病，虽然有断医治疗，依然不幸在11月初3来过身。给予瑞德西韦治疗，11月3号过世，主要死因为新冠肺炎并呼吸衰竭。本土疫情慢慢降落，初7摆开始有4大防疫新制来实施，包含取消接触者自主隔离，全面实施0+7的自主防疫，非重症确诊隔离改做7+N工。总告辽境、国内旅游、也个健身房以及8大行业等取消爱滋3档疫苗限制。另外，高铁、台铁、传统市场及公共场所取消强制量体温的规范。不过，交通部讲，台铁、高铁到年底依然保留既有的设备，让旅客自主来量体温。记者综合报道。嘛要提醒乡亲，寒人各位有流感。
流感预防车10月份已经开始注射，那这个月个扩大注射对象，50岁以上的人拢会当去做免费的公费流感预防车。即马有侪人是抢要做，有医生嘛表示，即马有医学发现讲，做流感预防车嘛会当减少2成至3成的中风。人队排正长，排队等要注流感疫苗。最近天气变较冷，为着防范感染流行性感冒，民众真踊跃来注疫苗。开始注较无半点钟，后尾排已经抽将近100张。其实我去年打第1次，那这样整年度我就觉得说我就没有感冒。我个人是觉得防那个一般的那个感冒效果很好。今年会流行啊，所以我就来打啦。流感疫苗唔来当预防流行性感冒，根据国际真出名的期刊《赤裸尖》研究，加拿大400多万人的10年研究。观察到10年来有注流行性感冒疫苗的民众，会当减少中风2成至3成发生率，包括糟蹋性、甲出血性的中风都会当减少，而且各种年纪拢有效。那些有感染流感，比起那些没有感染流感的病人，其实有将近3倍的机会会发生脑血管的中风事件了哈。那所以说，如果说流感疫苗它是能够有防重症，那就是一并连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包含说中风的这些并发症一并都防住。另外，中山府医研究团队以健保资料库分析发现，过敏体质的病人注流行性感冒疫苗，会当降低以后发生气骨喘的机会，而且愈少年组愈有效。本来过敏的人是很容易得很气喘，将近10%的人最后会变成气喘。那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有打流感疫苗的人，它的发生的几率减少了30%。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分做2阶段注射，10月已经开放65岁以上的长辈注射，11月开始扩大到50岁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年人。记者综合报道。加详情，咱同齐来看报纸，先来看联合报。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伫埃及召开，外电即马是报讲，各国嘅谈判代表同意要讨论好嘢国家，敢爱补偿受气候变迁影响残缺国家。这是气候赔偿头一届放入去议程。继续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禽团病情无啥乐观。中国运航的专家来咱台湾协助提供意见，打算因两个伫今仔日就会离开台湾，登去四川。专家即马同意咱动物园继续用安宁治疗，嘛爱继续找出病因。来看中国自由时报，国道1号路南石子路段边仔的山壁放弃，经过抢修，今日早起主线2线道已经恢复通车。不过石子交流道边仔的山壁爱个补强，按算11月13交流道才会通车。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就是国道1号路南石子交流道边仔的山壁放2届。今日早起5点的时，主线已经全线通车。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后续山壁补强，即马爱个恢复工程就要做半冬。这个处理就是一个永久的处理，包括过去谈到我们的侦测器的设置位置，我们这次也做一些检讨。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即马通车时程会分3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针对460公尺放弃的长度，先甲挡好，唔通互伊个处落来，会先全线通车。第2阶段才会处理交流道，互交流道买当通车。那后续山壁要恢复、要补强，工程就要做半冬。会伫无影响通车的状况之下，继续针对边坡做好完善的监测系统。所以，咱来关心选战的消息。这是11月初5日时，台北市长的辩论会。辩论的是民进党的陈市长是讲，伊是想要甲这预防车公开的人，也毋过国民党的朱万安和保党籍的黄珊珊拢毋信嘛，拢支持。那针对高端预防车，陈市长是表示讲，疾管署的报告已经证明讲，高端预防车是有保护力的。那预防车多元，这是一件好代志。那日8日台北市长选举辩论会之前的辩论早拄结束，各党虽然走家己的行程股票，候选人周万安、黄珊珊拢讲民进党陈市长无伫个辩论会讲清楚高端的争议，对陈市长讲我是上想要公开疫苗过程的讲法，并无认同。他昨天有说他是最想公开合约的人，你相信吗？那这段期间为什么不好好的就完整公开呢？我转过去是看他说，怎么会是他是全世界最想公布疫苗资讯的人呢？这个匪夷所思哦。
选战开始到即马，那边一直讲高端购买秘密，高端进前公开疫苗购买计效，但市长表示疫苗多样性，只会当互民众有通选，也强调疾管署提出的高端保护力报告可信度悬。在科学上也证明了他们的有效性，实务上也是好的一件事情。让打高端的人也可以，只能打高端有一个选择，难道让他们都没有疫苗打吗？除了高端议题以外，民进党呛黄珊珊上无资格批评台北市欠电，因为当年黄珊珊捌阻挡上乌变电所。黄珊珊讲，台电到即马无度解决台北市限电的问题，请中央莫阁闪避。但是针对伫美国学者翁达瑞指控周万安伫美国加州律师资格，互人填款3改，周万安回应讲，已经补交会费，持之无执照也是有效。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台中市长罗秀燕即马是要争取连任，伊表示伊会去参加台中市的选委会所举办的辩论，也毋过互对手民进党的候选人蔡其昌批评讲，公办的辩论无互相质问，这毋是市民想要看的辩论。礼拜透早，争取连任的台中市长罗秀燕到大坑步道拜票，因为天气好，来爬山运动民众袂少。罗秀燕一双手压过一双手，查甫查某、老的、少年的拢无放伊煞。对手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真侪届邀请参加政见辩论会。罗秀燕表示会参加台中市选委会举办的辩论会。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蒋万安委员有在辩论会里面肯定我，肯定台中市政哈，非常感谢他，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台中市中选会有办辩论会，我有勾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这个月的15号哈。那所以我们会参加辩论，谢谢。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已经举办啊，一寡台中市民拢伫关心台中市的辩论会什么时阵会举办。其实，毋但蔡其昌真侪届邀请罗秀燕参加政见辩论会，袂少公民团体甲媒体拢出面邀请，罗秀燕也拢拒绝。即马愿意参加选委会的公办辩论会，蔡其昌认为这毋是市民所期待的辩论会。公办的辩论会只有各言而至，甚至呢，过去曾经出现学者的提问。都偏向某一个这个候选人的状况。那卢市长只参加这一种，不是辩论的辩论会，所以我想这个市民是不能接受的。蔡其昌礼拜也到传统市场拜票，要挖进基层，争取更较侪民众支持。蔡其昌表示，公办辩论流程内底欠缺互相询问的辩论，甲台北市的辩论会完全无同，结果敢来当讲是政见发表，市民袂当接受。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市长陈其迈嘛要争取连任，伊按算初10时就会开始请假投入选战。面对国民党的候选人瓜志温连续3天拢找哪样的大咖去徛台，陈其迈是强调讲，伊感觉候选人本身的条件较要紧。那瓜志温是表示，伊的拍拼大家拢会当看到。市议员20抢9席的高雄市总赢南马溪区战况激烈，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瓜志温替家己人徛台，嘛要替家己抢票。那赢头人搁较是连3天路人徛台，这是侯友宜找过党主席朱立伦，礼拜请前高雄市副市长李树川。刚开始不被看好，可是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当中，也会被大家所来看到。这几个月，大家在高雄市民应该都知道。不管是口才、能力、学历、经验，说实在都比我还好了，所以这是最佳的高雄市市长的人选。前一天王金平复选的时阵讲，瓜志温参选是无鱼黑马好，两个当事人赶紧讲，选前最后阶段爱团结对外，袂使变做党内的修正。5名数一票，陈其迈一票，对无？大家有信心无？安尼做个拼好无？同款真侪人参选的第8选区，市议员17抢8席，争取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带头甲台联候选人共台，扩大友好的范围，比年底议会席次要超过一半。候选人的本身是比较重要了啊，大家期待是说候选人本身的条件啊，这个能不能符合高雄未来发展需要的市长的一个条件。袂烦恼拿赢头人小连续助选，陈其迈讲个人条件才是选民关心的重点。伊嘛预定伫初10请假，由副市长代理市政正式投入选战。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东非的国家坦桑尼亚第3天发生摔飞机的事故，目前已经知影造成19个人死亡。人飞机顶包括机组人员，计共有43个人，可能是因为天气歹，降落的时才摔落雨。真侪人敢若伫咧游索亚比赛同款，想要甲设立去维多利亚湖这台6岁客机拖起来，还佫去船开来斗3工。这台编号 PW494班机载着包括1位幼婴在内，总共39位乘客，4位机组员，自坦桑尼亚金融中心3人港飞到布科巴。Hiyo ndege ikiwa kama mita 100 imepata taharuki kwa sababu ya hali ya hewa ilikuwa mbaya katika eneo letu, mvua ilikuwa inanyesha, kwa hiyo ikatumbukia kwenye maji. Tunaendelea na uokozi wa hiyo ndege ili tuweze kuinasua hapo ilipokuwa kwenye maji. 看到代志发生的民众讲，飞机伫咧能见度无好的情形下，摇摇摆摆飞到机场，准备要降落，也毋过无成功，尾就摔喺湖内面，机身大部分拢沉喺水底。附近的渔民、搜救人员赶紧甲内面的人救出来送病院。坦桑尼亚卡盖拉地区的行政首长讲，2位飞机的驾驶伫飞机摔落了，抑佫活掉的，赶紧联络搜救人员，讲机舱内面氧气是愈来愈少，搜救人员到位时阵已经有人死亡。Na kituo chetu kwa ajili ya inaitwa Family Assistance kwa hapa Dar es Salaam ili kupata habari mbalimbali kiko katika hoteli ya Blue Sapphire pale Vingunguti。总统哈山伫咧推特大文表示悲痛，也讲搜救人员继续伫咧救人，大家要保持冷静。精密航空1993年成立，肯亚航空有部分的股权，主要营运国内加地区的航班，也有去塞兰格提国家公园加桑吉巴群岛这个热门的地点的私人包机服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美国华盛顿地区有公布一份卫星的相片，翕到北韩的列车驶去俄罗斯，敢若是要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另外，伊朗即马嘛已经承认讲，因为卖一批无人机给俄罗斯。卫星相片面顶，亲像会当看到一个火车，大约为北韩入去俄罗斯。这是美国华盛顿地区北纬38度，伫当地时间测试早起10点外左右翕到的画面。时间就伫咧外界支持北韩卖武器予俄罗斯，甲两国有可能要恢复贸易往来的时期。真正外界嘛质疑伊朗卖无人机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造成打击。伊朗伫后任真侪工了后，初五总算头一摆承认，捌伫开战之前军售一寡无人机予俄罗斯，不过并无像西方国家讲的提供飞弹。قرارداد بخش موشکش کاملا غلط هست، بخش پهپادش درست هست، ما مقدار معدودی پهپاد ماه‌ها قبل از جنگ اوکراین در اختیار روسیه قرار دادیم。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伊朗讲白贼话，因为当时测试乌克兰就甲11架伊朗提供的无人机拍落来。Але і в цьому визнанні вони збрехали. Ми щодобово збиваємо іранські дрони мінімум по 10 штук. А іранський режим стверджує, що нібито дав небагато і ще до початку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го вторгнення. Тільки протягом одного вчорашнього дня було знищено 11 шахедів. 泽连斯基表示，国际社会爱更加努力调查俄罗斯甲伊朗之间的恐怖主义合作，甲俄罗斯向伊朗支付的费用。另外，因为战争已经超过8个月，泽连斯基嘛捌表示，俄罗斯总统普廷无要落台，就无要甲俄罗斯和谈，和相关资源，乌克兰的国家甲民众开始出现乌克兰疲劳。外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相关人士透露，美国已经私底下鼓励泽连斯基。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甲态度路软，唔通坚持反对甲俄罗斯谈判。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那韩国的梨泰院之前发生烧鸭烧杀的事故，造成156个人死亡。代志发生到今晚7天，侪民众走去首尔市政府的头前点蜡烛哀悼，嘛要求政府爱查明真相。另外，嘛有民众提出通话记录，证明代志发生进前的4点钟，因就已经报案啦。不过警方无要无紧，拢无作为。手提蜡烛，甲着乌丝带，上万人初五暗时行上街路，集合在韩国首尔市政府参加这光聚会。对道罹难者，韩国梨泰院商区发生严重人打人的事故，夺走156人的性命。事发7天了后，民众参加酒迷哀悼活动，表达不甘。现场真侪人举着票据，要求韩国总统尹锡悦落台。 대한민국은 젊은 아이들의 많은 희생을 최근 들어서 많이 겪어왔습니다.
저도 젊은 아이를 2명을 둔 엄마로서 그 아이들한테 무한히 미안한 마음도 있고 너무 마음이 답답하죠. 그러니까 숨이 뉴스를 봤을 때도 그렇고 계속해서 뉴스를 접할 때마다 숨이 막히는 것뿐만 아니라 아무래도 이렇게 지하철에 가는데 울음이 울컥 나오더라고요. 그냥 아무 이유 없이 그냥 울음이 울컥 나오더라고요. 근데 이게 단순히 제 감정에서뿐만 아니라 우리 모두가 느끼고 있는 감정에 같은 마음이지 않나 싶습니다.内泰于顶个月二到暗时举办大型万圣节庆祝活动时，大约有10万人参加。伫一条巷仔内底，因为人伤多，引发杀来杀去、人打人的比较震惊全球。警方控诉处理不当，即阵也有卡头一通报警的民众出面表达不满，讲报案当时有讲内泰医有真侪人一直伫去，确实由警方来核实。伊提出手机通话记录，证实是在事发进前4点钟开。 뉴스를 보고 화가 많이 났죠. 내가 6시 반에 전화를 했는데 왜 아무도 와서 통제를 하지 않았을까? 南韩警方事后公布，伫事发进前捌接到一通相关报案，却是无赶紧来处理，敢若证明真侪人看到。警方并无伫个正规巷仔维持着事，民众追究政府甲警方的责任。阮事发进前头一摆公开现实的医院无倒来并说明完，民众是要求爱查明真相。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德国的总理肖兹进前去中国访问，这是20代了后头一个去中国访问西方的头人。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日有和肖兹通电话，讨论伊去访问中国的行程。即马嘛确认双方会针对继续维护国际和平、人权和公平贸易来遵守约束。 来看北韩，伫今仔日表示，因会继续用实际行动和军事措施来回应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演。外界就咧诱讲，北韩有可能真紧就阁会阁进行一届核试测试。来关心英国嘅国际贸易部副大臣韩斯今仔日来咱台湾访问2天，伊会和咱经济部的官员同齐主持参加第25届台湾英国嘅经贸对话，伊嘛会甲咱的总统蔡英文见面。 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新北市永区有一个当时前的囡仔，家己出门去买40块的糋卤，啊，毋过伊袂记咧trả钱，店头家大声甲嚷，搁报警察，伊讲，而且头家完全唔让，这是引起侪网友咧批评。警方即马表示，店头家大真硬，嘛拍算要针对敢买的网络顶头的网友提出妨害名誉的告诉。 卡达大列车电子业技术，汤爸爸靠家己的力量拍拼来克服先天的障碍。不过伊测试即天家己去街啊买物件，却是伊行到要死。这2天他基本上都在，除了在家里以外，大部分都在房间里啊。那叫他出来，大概也没什么味，反正精神也不是很好，跟平常的行为会有一点不一样。 身为老母，实在是真唔甘出面来控诉，囡仔点40块钱的物件，发现袂记咧trả钱，是甲店头下失礼。不过头家唔拿大声一直喊，当时啊直接打电话叫警察。你怎么会没有注意到他就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我自己认为说大家都看得出来，所以你应该是从脸上应该看得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管他什么症。 甲店头来解释讲，即个囡仔有唐氏症，毋过头家无爱插，伊直讲物件做好啊，就是爱付钱。家长又真有疑问，为安怎直接要找警察，无爱互囡仔打电话互厝内底人？对方是大声回伊讲，因真无闲，无时间通等。他每天下班都会经过这里，他不会说不是没礼貌啊。 实际上来到新北市永区事发店头，铁门叫来，打电话也拢无接。因过代志传出了后，伫网络上一直传，大家一直讨论，网友伫评论区也一直连骂。这间店更加一度显示永久来停业，是不是应该有同理心，也引发讨论。那应该对唐宝宝有更多的一个理解。那唐宝宝的学习其实很多需要时间。 对着这些批评，警方证实，这间店头的头家已经伫车拉饭店到派出所拍算对发文的家属甲网友提告妨害名誉，不过这阵也未正式来做笔录。记者综合报道。918大地震影响花莲南区富里乡的米，即马拄好是万冬稻仔的收成期，有企业去认养有机蚕，互员工亲身去挂稻仔，若收倒来这米，全部拢会捐出去做公益。
土地处理手艺镰刀，这阵来自北部的上班族，将伫个花莲富里乡的有机田内面斗相共挂稻花。不过大家拢无经验，普通时食饭也袂特别感觉讲做田人的辛苦，怎么会较珍惜？第一次割稻子，那当我踩下土地那一刹那，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个土地的珍贵，然后才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觉。来斗相共挂稻花是因为富里乡伫918地震了灾情正惨重。一间国际运动品牌公司特别来领养全国第一个邻近有机村的罗山米。我们富里乡是一个地震的重灾区，也重创我们的整个农业。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比较不景气的环境之下每个企业呢都能够发挥它的企业精神。挂来稻啊拍出来有机米，会捐出来做公益，有380包2公斤重的，在地老农民看了真感动。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家，你们发挥企业的精神来到我们这里，对我们的富里的这些灾民来讲，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这是非常有鼓舞的。农会讲，地震所造成的灾害，亲像是灌溉水准比，真侪短暂爱整地问题，拢需要时间修理。欢迎企业来到三江，和富里乡的农业会当赶紧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档各县市拢有在画标线型的人行道，因为用这款方式经费较俗，嘛比实体的人行道更较好处理。啊，毋过这是和一般的道路无差别，汽机车有当时拢会使这抓行这抓占用，这嘛互人咧行的空间受限制。路宽15米的南马坑德雄路两边的点仔角路面，拢画着青色的标线型人行道。为了改善用路人的交通安全，公司交通局最近伫德雄路这个所在，总共画了6位的标线型人行道，加开用路人和汽机车使用和停车的空间，民众小可感觉无方便。车子来卸货的时候会比较不方便而已。但是对人行走路的话，是真的很棒。最近几年，南马坑的人口增加，德顺路上款店家多，违停的状况嘛多，常常出现人车相前路的状况。民众真正画标线型的人行道，不过一开始却因为和一般道路无啥差别，常常出现违停的状况。最近改做青色的路面，却嘛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变成他们好像就是理所当然，就是停在那个白线里面，所以越停，感觉这边的车越来越多了。家己本身嘛这边咧行嘛是去有车，去有机车弄到，今日嘿，啊，即马用安尼加速去加速方便的啦。之前我们下来没有画的话，真的很危险，还要一边走一边注意车子会不会撞到我们。对对对，它现在比较安全一点了。大部分的民众对人行道的用意拢是肯定的态度，因为标线型的人行道比起实体的人行道设置上较方便，经费嘛较俗，各县市陆续拢有。公司交通局嘛表示，会继续伫人车相前路和辖区的路段来设置，改善用路人行的安全。记者李小比较关高雄报道。来看涉水谣，这是南投鱼池乡在地文化。农会即马是特别邀请艺术家学生来做会野，嘛甲红茶茶米保存在红仔底，希望甲鱼池乡的会野和红茶两个文化合作伙继续传承落去。学生出去草皮，也无倒画图，也是写字。这是南投鱼池乡举办的做会野活动，为着要传承在地涉水艺文化，社区特别邀请涉水稻第2代稻艺师来教，让鱼池高中的学生会当体验到上传统的稻艺产业。画了一个王冠。他觉得捏陶这个手工，你觉得怎么样？很好玩。柴烧的特色就是高温下的迄灰烬，会甲迄灰啊夹伫面顶时阵，伊的灰烬融化，然后也产生不同效果、不同颜色，这都会变较独一无二，就出来效果看起来较古朴色啊啦。用在地白线涂料做草皮，放入去装药内底用茶烧。根据温度、角度、材质，甲灰糊夹伫灰仔的程度，会烧出无共款的形。落尾烧出来粗灰仔唔免夹油，可以保持原地的面貌。这就是涉水谣的特色。因为呢，我们涉水谣呢，在我们这边已经蛮悠久的历史。今年呢，我们希望由我们在地的大师，就苏文凯老师，帮我们做我们的这个窑烧。窑烧出来后呢，专程装我们今年比赛我们评鉴赛红茶评鉴赛的特等奖。今天这样的体验活动呢，我想让我们的一个
鱼池的小鱼儿对家乡有更深一点的一个认同，也让我们小朋友能够走入社区，跟社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嘉义地乡出名红茶茶米，放入去用炒烧的灰仔内底保存，红茶就特别香佮甘甜。这个活动唔但让地乡的陶艺甲红茶文化顺利发展，也帮助学生认捌在地产业，对家己的故乡有更较深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的东港有一个艺术家叫做柯万里，伊的木雕作品是用写实的方式，把讨海人的生活刻出来，希望用茶雕的作品来传承渔村的文化。伫工作室一道一道钉金雕刻，东港的艺术家柯万里早期是在做宫庙的建筑雕刻。但是后来因为中国人工较俗，台湾的师傅渐渐无市场，所以柯万里从20年前开始转型做艺术创作，用木雕记录故乡的渔村生活。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所以我慢慢思考说，从事我最熟悉的环境——东港。东港大概就是渔民比较多，开始去摸索，用木雕去记录一些渔民的生活。柯万里从做囡仔就看阿公阿爸出海掠鱼，对讨海人的生活特别有感触，就以制作主题雕刻作品。太太对伊的坚持也真认同。而且我有一寡朋友来参观，伊讲伊看到迄物件，伊讲伊看到的，就是讲伊感触很深，讲竟然阁有人甲这物件。以创作的方式，拢甲记录落来，所以我也感觉讲足欢喜的，继续甲支持落。每隔20人的一些生活背景环境都不一样，所以也会影响创作。所以可能这个我是希望可以继续发扬一些海洋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传统的戏法，也是丰收的表情，拢刻甲真有路。但是渔村的文化当地消失，柯万里师傅毋望用伊一生的技艺，甲讨海人的共同记忆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南的客家是有一个收藏家，是收藏古董已经10多档，伊即届是对我分享100多件收藏，希望互大家认捌无共年代的文化。雕仔机编的摇歌。用火炭去现舞蹈，装炭用的镜台，甚至是陶瓷做下的七星剑，看到这一项搁一项稀奇的文物，互人袂输转来到古早时代。毋知人搁掠准是稀奇的道具，其实这100多件的文物，拢是杨春娥数十年来的收藏。因为我这边是从一位吴老先生手上他承让，然后把它承接下来。那当初的初心是想说，把这些古文物流传给后代知道。早期人物的图画、刺绣、真有路的长衫，和济济生活中的物件，虽然大部分看起来较老旧，不过拢保存甲真完整。收藏家杨春娥也是一位企业家，现阶段伊投入文化艺术产业，介意收藏有故事的古物，提供予更较侪人观赏。或者乡亲会当了解过去，老的会当温习过去，少年的会当了解古早的这生活的这状况安尼吼。展示这个古物的，最主要是要互咱较侪人来观赏，来了解到咱台湾无共时代的文化这个传承吼。欣赏这个古物，就亲像是咧体验过去人民生活过的脚掠。这边杨春娥分享的收藏有各种时期的文物，为民生用品到器具、武器拢有，就是希望会当甲历史传承落去，互大家体验无共年代的文化特色。记者综合报道。若国立台湾博物馆即马是咧举办东南亚移民的特展，展出服装和收藏品，希望互民众会当了解东南亚的信仰和文化。这个呢是来自印尼的巴厘岛的巴龙，规个形体淡薄像台湾的人狮，这是印尼的传统文物，是当地师傅孙手工打造的。印尼驻台北办事处他们送给我们一只来自巴厘岛的巴龙狮真实版的，按照古法去刻出来的。为着让新住民朋友嘛通看到家乡的物件，台博馆专工将历史时期到达参新住民朋友的收藏，举办合作百年对话，下国移动者甲藏品相拄的地点，计共有60
70件的收藏，包括各种东南亚风情的装饰品、服装、茶具、家礼等等，嘛，互外界认捌当地文化。那这些藏品我们发现，刚开始之后很难去解读它，那但是呢，怎么样去找到可以解读的方式？原来来到台湾的东南亚朋友们啊，帮我们这个所有的南洋类藏品的解读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呢，这个东西他们一看就说，哎，这是我家乡的什么什么。这个收藏上侪来自印尼、还有菲律宾、越南等等。这点人透过新住民的访谈、下个连线考证等等，希望获这个珍贵典藏找到相对应的故事。因为台湾新移民渐渐增加，伊嘛毋忙透过展览，台湾人会当更加了解移民家乡的生活文化。记者调报随台北采访报道。嘉义新港的学校，即马老师和学生最近是同齐翕一出微电影，内容是讲偏向的毒品啊，个霸凌这个问题，希望引起社会重视。在这药啊，食落，你一世人就无有去。我无说你可怜啊。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大家看电影看甲足专心。这出微电影的导演嘛，伫新港的学校甲表演艺术的老师，伊讲，这个故事甲过去的经验甲成长的基地扣做伙，帮学生囡仔知影选择的重要性。其实跟我原本预定的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其实后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太好了。其实我觉得迷途边缘的孩子更需要去拉回来，不一定是已经走歪的。台北市家己县东阳会新港联谊会表示，真卡无都市有遐济诱惑，但是学生囡仔会拄到的问题其实拢同款，所以这出电影毋但是要互囡仔认捌，嘛要请大人重视。希望借由这一部微电影，能够留给我们下一代，能够留给我们这个学生、小朋友，他们有不同的省思跟正确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有遇到过毒品跟霸凌。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很常会有霸凌的问题，然后因为有这种问题，所以我知道说，其实被霸凌者的心理感受真的不太好。这出微电影因为疫情的关系，开2档的时间才线去。导演表示，一般这种电影拢是宣导的内容较侪，但是考虑到要互学生囡仔看，所以因颠倒加强剧情甲角色，希望学生看煞会家己去思考，什么是正确的选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再去看世界，来看美国好莱坞的这片哈维温斯坦性骚扰的案件，即马红翕做电影。电影或者伊有话要讲，即马伫纽约电影节首映，嘛邀请受害者去看电影。How did you persuade women to tell you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m? The case I made was I can't change what happened to you in the past, but together we may be able to help protect other people. 有话要讲，这部电影是伫咧讲好莱坞性丑闻见效代，对谈论到受害者站出来讲，互大家知影大这片哈维温斯坦30多年来利用伊的权力侵害女演员甲女员工。He kept trying to touch me. I asked him to leave me alone. 纽约时报的记者裘蒂·坎特加梅根·图伊负责2017年的这项调查。访问过真侪受害者，温斯坦的恶行一条一条逼出来，带动迷途反性骚扰运动，心中女权的运动也拖到全世界。坎特加图伊要甲因的报道写做书，摕到普利兹奖。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包括布莱德·比特甲伊的前母珍妮佛·安妮斯顿的制作公司，在佢伫纽约电影节办首映，风评袂歹。因图伊的凯莉·莫里根就正配合记者提出真相的毅力甲功力。The film spoke to me as being just full of women being heroic, from the survivors, the witnesses, to everyone at the Times who sort of made this happen. And I just thought that was such an amazing story to be a part of. These young women walked into what they all had reason to believe were business meetings. Instead, they say he met them with threats and sexual demands. 网络时代新闻信息来了真紧，要找到资讯真容易。不过，照报来一个一个去采访所写出来新闻调查报道，这嘛是真少也真珍贵。导演施拉德讲，一篇好的新闻报道是当改变世界。Kind of importanc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has. It's really an impressive testimony of how journalism can change something and how, individuals who courageously, share their stories can change the world around them and us.
2015年，警报焦点这部电影是讲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天主教神父性侵儿童的真实故事，剧情正低调，不过震撼力正强，摕到奥斯卡最佳影片加最佳剧本。怎么徐世有话要讲这部电影是不是也赶快让摕到奥斯卡？美国影评人分析，温斯坦的性骚扰受害者的女性成员，有一寡就是影艺学院的成员。看到家己经历过悲惨故事，敢会当到认同票，怎么也唔知。Process of seeing, my true life story go up on screen it's confusing. There's a whole mix of emotions. You feel sad about it, you feel angry about it, you feel sort of amazed that there's so many people taking an interest in it, and it's become such a big phenomenon. 这件好莱坞性丑闻案件发生到这么已经5年啊，遭受过温斯坦性侵的受害者，透过司法找回家己的自尊。温斯坦自王牌制作人变做正人嫌，除了已经确定的23年的刑期，怎么也有11件性侵相关案件伫咧审理。对这部电影，观众也当见证到好莱坞的这段黑历史。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那美国不时嘛拢会传出校园的枪击案，这可能会对囡仔的心理造成伤害。美国即马就有画图的治疗囡仔这款心理上的囡仔册，互囡仔会当了解性暴力的问题，也个后摆不幸拄到的时会当安怎。这囡仔制作会听红仔册作者詹姆士替红仔甲伊写的红仔册，用囡仔听捌的话解释枪击暴力事件的原因甲效果。这是一个纽约市政府合作的教育计划。If I could just puppet, if I could write some books, if I could use some songs, right, and then go out and start with a 5-year-old, 6-year-old, go in and do these like a workshop, 6 workshops about gun violence and gun violence awareness.I think I can change behavior. So that's the strategy. 美国枪击暴力问题这几年一直正做媒体焦点。今年6月，德州罗布小学枪击案，警方延误行动时间，造成10多名师生死亡，佫引起各界批评。这大规模枪击案不止对受害者家属造成真大伤痛，生还者也出现严重的心理创伤。透过媒体传播效力，会引起模仿行为，甚至对囡仔人格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心理学家认为，红册确实会对囡仔有沟通甲互动的效果。I think it could be very effective. I think it could be a great way to help kids become more of a partners in their own therapy, because a lot of these books involve activities that they could participate in and they can fill out for themselves. 大型枪击事件透过媒体报道，确实会有模仿的行为。泰国10月初爆发的托儿所枪击案，造成囡仔在内将近40人死亡的悲剧。生还的囡仔一定有创伤。以前也是枪击案的生还者的年龄也正肯定。透过红册来沟通，让囡仔较早建立相关的认知。So the combination of comics with the pictures and the prose, I think is a very unique opportunity to help all readers, but especially younger readers, to connect, express those emotions, or just be able to identify with emotions with other people that are going through similar things. 根据统计，美国到今年9月底已经发生超过582件枪击案，604人死亡，将近2400人受伤。美国社会安全网问题真多，枪击泛滥议题伫美国社会有高度讨论。反枪甲勇性派拢有讲，伫无法度有效阻止枪击案一直发生的大环境之下，较早透过红册顶有效的教育，建立下一代对暴力行为的正确观念，恐然也是真要紧的代志。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食老爱为了健康，为了精彩上界要紧。英国即马当地准备一项全世界上大的健康调查，有500万人会参加这个国民健康研究，透过收集资料建立大数据，希望会当量早找出发现疾病的病症和预防的方法。Today, m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UK spend many years of their later life in poor health. 虽然这么医学正发达，不过也是有真侪病危害人类的健康，像恶性肿瘤，也就是一般讲的癌症。在过去10几年来，是台湾10大死亡原因第1名，正歹防。
这么英国有一项咱的未来的研究，要找500万成年人做世界上上大型的一项研究，找早期预防癌症甲失智症的方法。If you're following a bunch of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healthy,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those are going to get each individual disease type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So the more people you involve, the more hits you're going to have for any given disease. So scale absolutely matters. 这项研究按算今年秋天开始，对伦敦、西约克郡、西米德兰兹郡加大曼彻斯特地区邀请300万人，上尾会对全英国的成年人开放。专门研究阿兹海默症的研究人员讲，透过有系统的收集各年龄层的资讯，会让有效找出这种疾病的早期镜头。And initiatives like Our Future Health, looking at large-scale data sets and collecting blood samples at that large scale, will allow us to look for trends and patterns to help us develop those technologies for more specific diagnosis for people with dementia. 国家计划整合这款资料，建立一个健康加基因的资料库，其中遗传风险评分是这项研究的重点。经过基因评测的结果，会让帮助早期发现得了癌症，或者是预测伊是不是复发。一个糖尿病的症状是不是有变较歹。 So if we can identify from an early age who's at higher genetic risk, they can be offered interventions. It could be behavioural change, it could be medicines,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it could be earlier screening for cancers that will enable us to identify that disease earlier, intervene earlier, and so prevent that disease. And so, of course, people can live longer, healthier lives. 这么这项研究有摕到政府的8,000万英镑，甲民间企业的1亿5,000万英镑的资金，希望伫2-3年内会当有初步的结果，透过早期发现来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刚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0度，上悬有27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17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